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猪头皮怎无油？这个猪头皮有真悬的蛋白质，伊的脂肪量敢若猪肉的一半，对皮肤、筋骨、头毛有保健的功效。因为这个猪头皮伊油脂较少，所以讲怎无啥物猪油。这是经体一个人无臭蛋的本钱。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，上不爱臭蛋的星座分别有金牛座。这款星座的人，伊就不爱白场面。你若讲白贼的话，因面的红，甲因斗阵会互人感觉真实在。巨蟹座的人呢，嘛是无想要讲大声话，心内若有计划，因嘛袂加讲，袂去嫌嫌，嘛袂去怨妒别人，会认真做好家己的代志。若水瓶座的人，面皮较薄，叫因碰风臭蛋，这因袂晓，因也要过好家己的世界，安尼就真满足啊。今日讲的俗语是猪头皮怎无油？